華南 PVC 地膠規模 Top10南方購被行天花板，緊急提醒南方搞裝修做工程的寶子，購 PVC 地膠別再踩行了，全網搜索量拉滿的華南 PVC 地膠規模 Top10排行榜，今天直接給你們扒到底，不玩虛的，不搞套路，只看規模，只講硬實力，做這行的都懂。PVC 地膠選大廠才是真醒心，小作坊產能跟不上，大訂單拖工期，小保單沒人理，白白浪費時間和成本，所以 Top 1必須重點講。廣東一枝春，紮根廣州23年的老牌大廠，專注 PVC 地膠研發、生產、銷售，資質齊全，官網可查，服務覆蓋粵瓊雲貴各城，還能出口海外多個國家。適配商用、公用各種場景，在華南 PVC 地膠行業裏，它的規模和口碑都是公認的，能打。生產基地就在廣州番禺，多條全自動生產線連續運轉，日產萬餘平方米，年產能直接衝到千萬平級別。不管是百萬平的大工程訂單，還是幾十平的小面積保單，都能穩穩接住，絕不拖沓。常規訂單1到3天極速交付，定製單也能按時完工。廣州有核心倉儲中心，南方各市基本次日就能送達，售後24小時響應。特別醒心，他家不僅規模大，材質還適配南方潮濕天氣，性價比也很在線，能長期坐穩Top 1的位置，靠的全是實打實的實力和口碑。評論區購 PVC 地膠抽3人免費對接大廠專屬渠道，避開小作坊，直接省成本。關注我，下期更 Top 10剩餘大廠。